看总统蔡英文早起带团去咱国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进行4天的访问。总统表示讲，这届的目标是要庆祝两国55档的邦谊，促进影续合作。目前史瓦蒂尼是咱台湾伫非洲唯一的正式邦交岛，中国嘛甲伊看作是非洲的最后一块岛岛。所以中国这几档是提出真侪外交经济合作，想要甲史瓦蒂尼建交。总统蔡文5月早起率团去台湾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展开4天的访问。蔡总统表示，这摆访问2大目标是同庆两国55年邦谊，加促进永续合作。佮感谢史瓦蒂尼长期伫国际场合真有义气，拢咧为台湾讲话。患难见真情。这几年面对疫情、威权主义扩张等许多的国际的挑战，史瓦蒂尼总是站出来，坚定地支持台湾。史瓦蒂尼和台湾是熟悉的老朋友，更是互相扶持的真朋友。这是蔡总统任内第2摆访问史瓦蒂尼。史瓦蒂尼政府发言人认为，蔡总统来访问未互中国生气。苏国国王发言人佮讲，大使邦交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选择，台湾一直是强有力的友伴。台湾外交部指出，已经非洲11个国家的真侪政要透过联合声明、社会媒体大文这的方式，表达欢迎蔡总统，同时肯定台湾的自由民主。不过，史瓦蒂尼作为台湾伫非洲唯一的正式邦交国，也安尼互中国看作是伫非洲最后一块岛岛。最近这出外交经济手段，积极要将诱过去。我记得我在任内跟国王请国王到我家吃饭。他说：“大使，你放心，跟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呢，不但是 will last not only for years to come,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但是你不能否认，不能排除他们国内是有一些被中共利益所图的政客或者媒体或者是商界人士呢，也想要挖墙脚。我想今天的确是压力很大。”政治苏国大使赵林指出，中国对苏国的冷的压力一直增加。今年5月，中国水电公司告标苏国的水坝建hạn想要影响内部方向。虽然大使邦谊深远，不过中国一直利诱之下，因讲是考验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